我哋樂活有方喺2016年成立，至今超過7年㗎啦，一直喺線上同埋線下同大眾分享健康樂活嘅心得，同時為大眾介紹優質嘅食物啦、工具、產品同埋各種值得信賴嘅專業服務，仲有提供好多嘅學習課程㗎，長期服務超過嘅客戶5000人，透過知識嘅分享同埋傳遞，全方位協助大家擁有健康美麗嘅體魄，同埋愉快豐盛嘅生活。喺今次7週年嘅活動展覽會，我哋誠意向大家介紹翻我哋主打嘅多款超級食物。首先出場嘅就係我哋嘅王牌產品素時刻五穀膳食粉。一直都講民以食為天，喺我哋嘅生活之中，一切嘅營養攝取都嚟自於1日3餐所食用嘅食物。均衡嘅膳食營養可以促進我哋身體嘅環境嘅平衡，達到自然嘅健康狀態。咁點樣先食得健康呢？就成為咗我哋值得考慮嘅問題啦。我哋日常所食用嘅各種食物，為咗口感啦，可能會冇咗食物嘅營養；為咗美味啦，添加咗各種嘅化學添加劑。如果長期都食用咁樣嘅食物，導致咗好多人嘅健康營養出現問題，有啲會過肥啊、過瘦啊，甚至乎係免疫系統受損，身體嘅毒素過多，容易過敏、失眠、慢性病各種咁嘅問題。而素時刻五穀膳食粉作為一個養生嘅食療粥，通過佢獨有嘅配方同埋特性，佢選取嘅堅果、種子、花朵、穀豆、菌草、蔬果6大類199種嘅植物食材，完美咁樣顯示咗食物多樣化嘅概念。喺食物吸收同埋營養方面做到多樣性、均衡性、吸收性，完整咁提取，保證咗營養嘅均衡，提高身體嘅營養吸收能力。一包素時刻用熱滾水沖一沖、焗一焗，3分鐘左右就可以食得，既簡單又方便，為我哋嘅膳食提供一個好好嘅選擇同埋一個好好嘅替代方案。